仔日下晝啊，高雄診所路口擺真濟患者，嘛增加醫護人員管制。約啊，約的話，你小等者。甚至甲看診的電腦攏扛出來外面，攏是為着要擋疫情。我看你一直坐在那裡，可是架都沒有。疫情拖來到高雄，高雄市衛生局宣布擴大檢驗，有呼吸道症頭的患者來診所時，醫師會甲你做評估，賣予你免費的快速檢驗劑，予你早登去厝檢驗。對了大家的那個安全健康，我覺得是需要啊。不用在那麼多人的地方暴露在危險之中啊，就是家裡會比較安全。不過醫護人員講，患者若是暗崁家己的病情，追蹤就會有困難度。在做快篩沒有做得很準確，其實這個結果也是不理想的。然後他拿來給我們，甚至時間過了到底多久，這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另外，在前頂期間嘛，因為高雄港區社會傳染，下晝就派真濟民眾來做快速檢驗。醫護人員無用氣氣，希望會當阻擋疫情擴開。家裡有小孩，因為小孩沒有打疫苗，我在港區上班啊，就是大家都要篩檢啊。高雄查甫大學生染着疫情，到今日找無感染源，為了不清楚源頭是新公崙還是台北，高雄市今仔日佇咧高雄基頂含港區人濟所在，攏來設快速檢驗站，希望會當緊找到感染源。